是啊，是路边亲目睭看到。是毋是单宁故意将地下带去碧云宫？路边就无较偌清楚，毋过我亲目睭看到单林要到殿下将碧云宫出来，这千真万确的代志啊！你敢知影？伊带地下去碧云宫用意何在？这，以路边的猜想，是毋是甲当年狸猫换胎这代志有关呢？这代志敢会安尼啊？你敢有听见伊伫碧云宫甲李成威讲啥物话？嘿，无。那安尼，你凭什么断定伊去回李成辉是甲当年狸猫换太子的代志有关呢？路边只猜想而已。敢讲当年的代志，单林也知影。嘿，娘娘，你敢会记得当年迄一天的透早，天也未光的时候，咱嘛有在怡花园见到伊单林啊？行动有淡薄可疑之处。娘娘啊，如果当年日单林甲口出老串通，这个代志就无遐尼简单哦。这，娘娘，你唔通无提防啊！桂怀，你是讲碧云宫李成辉也阁活伫的，对咱也无好处食，也有当今的太子。太子，伊虽然是南清宫八千岁后生，也毋过娘娘敢会记当年单林皇万世子到南清宫甲八王做生日。娘娘，万一当年单林甲口子老串通时啊，这代志是有问题哦。敢真是安尼啊？娘娘，遐若无请单林为怎带殿下，要记伊李成辉，这是啥物用意呢？在记着。
什么代志是？这年阿妈，你若家己一个走来花园底佚佗，应该回宫休困啊。袂，我困袂去。这年阿妈，暗时也无啥物所在通好佚佗，行，回宫休困吼。袂啦，我伫咧想。你是伫想啥物？想母药？老娘娘是毋？毋是，是李母药。李母药？是碧云宫迄个李娘娘李母药啊。你有见过碧云宫的李娘娘？什么时阵？我进宫的迄一天啊，陈公公就带我去三宫龙院啊拜宫了后，阮两个人就来这个所在这相会。忽然间听到碧云宫遐有人伫咧哭，我就甲走过去看，原来遐就是李娘娘伫咧住的啊。电啊，这件代志老娘娘知影无？唔知影，我无甲伊讲。千万袂用让老娘娘知影。为什么呢？这，无为什么？若是无为什么，是安怎免互老母药知影？因为碧云宫是禁地，唔准任何人入去啊。哦。邱强林，我问你，李娘娘伊是犯什么罪？我唔知影。邱强林，你带我来去见李娘娘好无？袂用个，我袂用个带你去。若老娘娘知影，我就……好，你若是唔带我去，我家己来去嘛。电脑，你袂用个去。我干哪要去啦？电脑，迄一天李娘娘，伊到底是甲你讲啥物？你母药见着我的时阵，目屎就一直流。伊讲，伊生的囝若是还搁伫咧，是甲我当年呢。是甲电脑当面。陈公公讲，你母后伊是犯罪，才有父王甲伊拍入去碧云宫的，已经伫遐受苦10年啊呢。已经10年啊！我问伊讲，伊是犯着什么罪？你母后伊干那目屎直流，讲宫中的代志我袂明白，伊就将我哭出来啊！邱强林，你母后伊实在足可怜的吼。可是真可。我想要过来见你母后。无，电脑，今年阿妈，你这年无你陪我来去嘛？我哪用个陪你去啦？呀，不要紧啦，你陪我来去啦。电脑，行啦，电脑，你当去啦？你带我行就对了。
已经无早，你入去内面安息。你先去困，唔免思考我。娘娘，往事莫搁再去想啊啦，无非这是命运。敢讲我的命，注定都爱这呢啊苦死。总是有苦尽甘来的时阵啊。我不敢妄想，会当有迄一天，我真是，我天天啊，会当面对10年前，我到底是生什么？是人，迄才是妖怪，我死也迷茫。娘娘，天公伯也会知影，总有一天一定会真相大白的。真相大白，这一天实在是真恶等，已经10年啊，都爱搁等偌久，才有真相大白的迄一天呢？不要，不要，娘娘，求主3更半暝，你来带殿下来这。娘娘，是殿下伊。不要，是二神家己要来的。殿下，你不应该来这。不要，二神想要看你。但你会想着要来看我，也不过，不要，敢讲你不爱二神来甲你看心？不是，我真需要有人来看我，只是我真惊看到殿下你，惊看到我？不要，这是为什么？殿下，我不是讨厌，我真介意你，只是若看到你。我都会更加伤心。不要，我你唔通再相比，阮看着殿下。我会定定来甲你看吼，莫哭啊！你唔通定定来这，
这个所在是你无应该来，你知无？无用。天啊，小已经无早，你爱赶紧回宫。无爱，求主，赶紧带殿下回宫。是。殿下，咱好转来去也好。袂啦，人要搁陪母后啦，母后。听我的话，赶紧倒转去。是啦。殿下，殿下，咱若无紧转去，去互老娘娘知影，安尼咱就惨啊呢。紧的，殿下。娘娘，谁叫你带殿下来遮？是殿下，母后，是李寻家己要来的。你带殿下来遮创啥？母后，人李寻是要来看你母后的。你母后？伊是一个犯罪人，唔准你来看。母后，你母后伊是犯着什么罪？这不可赦免之罪。是什么罪啊？母后，你母后是毋是冤枉的？母后，你母后是毋是方家害？过怀，罗比赛带殿下回宫。是殿下，请。回宫啊！小主，带我回宫。是。去碧云宫创啥物？讲！娘娘，是殿下家己要去的，奴婢这是照爷话缀去哩。胡说！到底殿下甲李新辉讲什么话？老实讲。无，殿下是干那去看你娘娘啦尔。哼！你这个小贱人啊！你还讲唔老实讲，过坏。老比赛。 带你去拍。是。皇上驾到。求主。娘娘。暂时回票。是。接驾。接驾。好嘅，平身。 下皇上，而且，凤梨咧，这皇上，凤梨伊昨去御房游玩，忽然间窜入去碧云宫。啊？碧云宫？伊为什么会去碧云宫？臣妾冇问过凤梨，了凤梨讲。 伊家己嘛毋知影，神不由主。我讲突然间会出入去碧云宫啊！哎呀，皇上啊，凤梨一个去碧云宫倒转来了后，都一直我大家讲，发烧甲足厉害哦。哈？也你有传言以来甲伊看？有啊，
姨已经来看过啊。伊安怎讲？伊讲伊是去中着邪气。哈？中邪气？嗯。碧云宫有邪气？哎呀，皇上啊，臣妾认为是你身火的妖气伫咧作乱啊。李神辉，李神辉，伊又搁活在这个人世。自从伊生妖怪了后，就拢一直住伫迄个碧云宫，就是伊妖气伫咧作乱啊。这，伊搁伫咧讲哦，讲若会当将迄个碧云宫甲伊烧掉，迄个妖气自然就会赶走。遐妖气若无食，咱皇里的病毋免食药啊，自然就会传入。哦。讲若无吼，就是灵芝仙草，也无法度通医治皇里的病啊。哈？伊以前是安尼讲？若无将碧云宫甲伊烧掉，其他哪有啥物办法咧？这，皇上啊，皇里的性命要紧啊！好嘛，只好如此。过来，罗比才，命你今夜3更火烧碧云宫。遵旨。